做小聲嘅。頭先影咗啲狗仔相啦，咁第一隻咧就叫做 Snoopy 嘅，咁佢嘅重點嚟講咧，佢一定有一個造型啦，係咪隻魔天使啦？咁佢個頭一定要係比較活潑啲嘅，咁啊耳仔咧又比較長少少啦，咁令到佢咧又佢喐動嗰陣時咧就比較活潑同埋靈活同埋 cute 一啲啲咁樣嘅。咁第二隻嚟講係比熊啦，咁啊叫做 Coco。佢個裝嚟講咧，一定係個比熊裝啦，頭要一個圓度啦，一個比較大啲嘅比例啦，同個身形啦。第三隻係一個松鼠嚟嘅，咁個松鼠咧就係個重點都喺個身上邊啦，個松鼠係啦，咁樣就得意啲嗰陣時咧，你一定要比較重個身上邊咧比較重啲嘅個身啦，個腳比較幼少少啦，咁我留翻個頭同埋個心口，咁樣就比較靚少少個造型咁樣。